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介紹呢一個感應器呢，就係 RGB 三色燈。咁佢有兩個款式㗎，一個款式呢就係咁樣嘅一粒燈呢凸咗上嚟嘅，另一個款式呢就係細粒啲扁嘅，係啦咁樣嘅。兩個個駁法都會係一樣。咁我哋睇一睇個駁法啦。咁喺呢個 RGB 三色燈上邊咧，係有4個位置嘅。4個位置，一個寫住啦 RGB 同埋一個 GND。咁 RGB 係咩咧 ？R 就代表紅燈，咁 G 咧就代表綠燈 ，B 咧就代表藍燈。咁佢就係透過呢個三原色咧，去組成一啲唔同顏色嘅燈。咁接駁方法好簡單啦，只需要你接駁晒4隻腳啦。我今次就用咗一個公乸線嚟接駁4隻腳。然之後咧，譬如可能我睇清楚就係 R 嗰條線咧，我就會駁去 P0啦，就分開佢喎。跟住 G 嗰條線就駁去 P1，跟住咧 B 嗰條線我駁去 P2。咁 GND 就要駁翻去 GND 啦。個駁法就係咁簡單嘅啫。好，咁我哋喺 program 度睇一睇，然之後咧就測試一下盞燈嘅效果啦。好，我哋睇翻程式界面啦。咁其實寫法好簡單嘅啫，只係需要喺引腳呢個位咧拉個數位信號輸入出嚟。咁數位信號輸入咧就控制翻每一盞燈幾時着幾時唔着。譬如 P0、P1 同 P2，我着咗 P0先，然之後其他燈唔着，跟住再着 P1，再着 P2，如此類推。你可以將佢哋3盞燈唔同次序咁樣咧去 mix 埋，咁就出到個效果㗎啦。咁我哋下載咗呢個 program 之後咧，就再睇下個效果係點樣。好，我已經將個 program 下載咗落去啦。咁我哋睇睇個效果先，重設一下。咁開始嘅時候咧，佢會着紅燈啦，停，跟住綠燈、藍燈，你見到佢不停咁樣閃其他顏色燈啦。咁咧就係有一個唔同嘅效果出嚟嘅，即係佢由紅、藍、綠3盞燈互相喺度着嘅時候，佢展示出嚟嘅顏色咧都會有唔同嘅。呢個就係 RGB 三色燈啦。好，另外俾一個參考大家，咁呢個咧就係一個隨機閃燈嘅 program。咁我就建立咗咧 P0、P1、P2 呢3個變數啊，變數嚟嘅呢度變數。咁咧，然之後將佢哋設定為咧隨機取數0同1，即是話我會隨機抽取究竟邊一隻色嘅燈咧會着。咁我再喺個數字呢度咧就擺翻佢嗰個變數落去，咁佢就會隨機着啦。即係變咗，如果你想只係好普通地做一個幻彩嘅效果咧，咁可以參考呢個 program 啦。